歡迎收睇黃金獵殺線，帶你直擊金市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各位朋友，現實就係咁殘酷，金價再一次跟住美股一齊跳水。納斯達克前幾日單日跌超過 2%， 而我哋最關注嘅黃金仲慘，單日暴跌超過 3%， 一氣呵成跌穿咗4400美金大關。好多人開始懷疑避險功能係咪已經失效？點解黃金會變咗華爾街嘅提款機？大家先唔好急，今日呢條片我會帶大家睇清楚市場背後真正嘅邏輯，亦會拆解白宮到底玩緊乜，同埋華爾街係點樣提前睇穿呢一切。先回顧返呢一波行情，美股大跌，黃金跌得仲勁，好多新手完全睇唔明。中東局勢升溫，照理黃金應該大升先啱㗎，但結果竟然比股票仲慘。呢度請大家記住一個關鍵邏輯：戰爭推高油價，油價帶動通脹預期回升，市場開始驚聯儲局會重新加息，最後壓垮美股。而當美股崩盤嘅時候，市場最缺嘅唔係黃金，而係美金現鈔。流動性開始枯竭，大機構面臨 margin call， 唔補錢就會被強制平倉。佢哋手上套路晒啲科技股賣唔出，唯有拋售流動性最好嘅資產，即係黃金。於是你見到嘅唔係避險買盤，而係機構不計成本咁賣金換美金保命。呢個就係點解局勢越緊張，金價反而跌得越深。黃金喺呢一刻唔再係避險工具，而係提款機。更關鍵嘅係呢種被動拋售一旦開始，往往會形成連鎖反應。當第一批資金因為流動性壓力賣金，價格下跌，會觸發更多槓桿位嘅風控線，進一步引發第二輪、第三輪嘅強制平倉，最終形成一種踩踏式下跌。所以你見到嘅唔單止係基本面變咗，而係市場結構本身崩潰緊。呢種時候價格往往會出現過度反應，甚至跌到一個短期內完全唔合理嘅位置。理解咗呢點，我哋睇埋技術面。日線圖嗰支大陰燭非常關鍵，直接跌穿4400，代表多頭防線被打穿。如果短期內暫唔反穩4400，下一個關鍵支持位喺250天線，即係牛熊分界線，大約4200附近。呢度通常會有中長線資金入場防守，但如果連4200都守唔住，行情可能會直接變自由落體，回試4100。相反，如果價格重新企穩4400，多頭仲有機會反攻，上方阻力睇4500同4600。但請記住，呢啲位唔係精準嘅價格，而係一個戰場區域，實戰一定要留返啲容錯空間。另外，本片所有內容純屬研究觀點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而家市場嘅本質唔係行情，而係風暴，一日震盪幾十甚至過百美金已經係常態。喺呢種環境下，睇好定睇淡都唔係最重要，風險管理先係核心。真正能喺呢種市況生存落嚟嘅人，唔係判斷得最準嗰個，而係犯錯之後仲可以留喺市場嘅人。跟住落嚟講重點，白宮最近到底做緊乜？如果你有留意新聞，會發現白宮好似一部高頻廣播機，不斷釋放談判順利、局勢可控嘅信號，甚至連停火協議都講到好具體。但問題係，伊朗轉頭就否認，呢場根本係一場單方面嘅大龍鳳。從本質嚟睇，美國提出15點條件，伊朗提出5點要求，雙方立場幾乎完全冇交集，一邊要對方讓步，一邊要生存保障，短期內根本唔可能有真正嘅談判成果。但市場曾經相信過，上星期一當侵釋放樂觀信號，市場情緒瞬間舒緩，美股同黃金同步反彈。不過呢套劇本已經用咗太多次，華爾街而家已經完全睇穿晒。佢哋發現一個規律，當油價逼近95到100美金，或者10年期美債息接近 4.5% 嘅時候，白宮就會開始放風降溫，強調和平同談判。一旦市場穩反，佢哋又會變反強硬。呢個就係所謂嘅他口規律。點解係呢兩個數字？因為背後有兩個壓力來源。第一係選票，油價升會直接推高汽油價格，逼近每加侖4美金，呢點對選情係致命打擊。第二係金融系統，債息上升會令發債成本暴增，供樓利率飆升，進一步衝擊房市同整體經濟。
參參而家嘅處境係對外想強硬，對內又唔可以搞到經濟崩盤，所以唯有反覆切換立場。但而家市場已經唔再買帳，上星期佢再次延遲軍事行動，並強調談判順利，市場反應非常冷淡，說明他口效應正在失效。但呢點唔代表風險消失，因為從軍事角度睇，衝突升級嘅可能性依然好高。美國正準備實質嘅軍事方案，包括封鎖石油出口，甚至地面行動。而伊朗已經動員超過100萬兵力，雙方都為最壞情況做準備。局勢好似火藥桶咁，隨時會爆。如果真係全面升級，流動性危機只會更加嚴重。黃金會繼續被當作提款機咁拋售，而且唔單止係機構，連國家都喺度賣金。土耳其就係最典型嘅例子，外匯儲備用晒之後，直接拋售黃金換美金，單星期減少咗近50噸。呢個唔係投資操作，而係求生。當一個國家面臨資金外流同貨幣壓力，連央行都要賣金救命，呢點進一步加劇咗市場嘅拋壓，亦再次驗證咗一件事：喺極端嘅流動性壓力面前，冇任何資產係絕對安全。咁未來點睇？短期內，中東局勢同政策不確定性仲會令金價持續震盪，市場可能進入一段痛苦嘅洗盤期。但長遠嚟睇，核心邏輯冇變，去美金化趨勢同全球債務擴張依然存在，各國央行對黃金嘅需求亦唔會消失。換句話講，短期係情緒同流動性嘅博弈，長期先係價值同結構嘅回歸。如果價格真係因為恐慌跌到4000附近，嗰度唔一定係終點，反而可能係長線資金重新部署嘅區域。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。如果市場真係跌到4000，你會選擇恐懼離場，定係當佢係一次機會？你而家嘅決策會決定你係喺呢波行情入面被收割，定係成為下一波行情嘅參與者？記住，而家嘅市場唔係平靜嘅行情，而係高度不確定嘅戰場。控制風險永遠比判斷方向更重要。你可以睇錯，但你絕對唔可以被淘汰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你真正睇明咗黃金點解會變提款機，亦睇明咗白宮同市場之間嘅博弈，咁請幫我一個忙，點讚、訂閱，然後將呢條片 share 俾仲未睇得透過市嘅朋友。我係黃金獵實線，我哋下條片見。